台语文康榜来关心的是，在文化部呢，其实对2024年开始就来推动台语家庭的相关的计划。第一期是敢若1000多户报名，也毋过第二期呢，这数字已经增加到7000多户，也毋过其实这个数字离这4万户的目标犹阁真远。有母语团体是表示讲，这台语的预算若准互人抬掉，安尼要推上台语就愈来愈困难啦。来进嘛。囡仔看大陆拼音咧读故事册，对阿喜来讲，念台语故事册需要时间，速度会较慢，因为伊需要拿拼音、拿读字。透早运动上拄好，要做伙来无？所以你平常时是看台文字较济，还是看迄大陆拼音较济？拢会看册。啊，倒一个对你看起来较轻松？罗马字，因为有的字我毋知要怎念。阿喜是台语家庭的囡仔，伊和一群同款是来自台语家庭的囡仔，斗阵参加台语路协会和人本基金会举办的台语营队。有一个囡仔，伊拼我的名叫我阿文，所以我感觉这个大陆拼音继续推上是真有价值的。伊哪哪拼啊？伊就讲阿文吗？我就讲有这个母姓是阿文。你要倒还是要摇？我倒。到下晡，囡仔斗阵来到大大的校园耍飞盘，运动消脱气力。一寡囡仔会当有机会和一大群朋友斗阵讲台语，和文化部举办的台语家庭计划有真大的关系。文化部对113年开始举办台语家庭计划，有分做拄开始学的学习家庭，和日常已经会晓练当用台语沟通的文化家庭。办到第2期，人数已经成长到7000多户。目前台语家庭登记上侪县市，分别是云林县、台中市和高雄市。虽然台语活动变侪是好代志，不过对台语家庭的父母来讲，也是有真大的问题需要改善。你这样就变做是讲，我爱专工去找台语的活动，我才听得到台语嘛。啊，毋过台语明明就是足侪人拢会晓讲的，你毋管是伫咧图书馆啊，还是伫咧其他所在，你其实毋免讲我爱挂一块牌啊，讲咱即马讲台语才讲。台语路协会也指出，因为若被立委提台语预算，影响到语言环境的建立。原先文化部的目标是计划伫2026年完成4万户的目标，不过目前敢若7000多户。刷落来第3期，文化部决定扩大台语家庭计划，推动18岁以上的个人也会当和朋友自由组队，来增加台语家庭的量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